编修一贯道词典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，不仅涉及宗教知识的汇整，更关乎教义的传承与现代化诠释。这类词典具有专业性与信仰面的双重需求。以下从编修架构、内容准则及技术建议3个维度提供参考。1、核心内容分类建议。词典的收录范围应具备系统性，建议划分为以下几大范畴：专有名词与交易，如三宝、礼器象、16条家规、末后一招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解析；经典文献，包括五经、道德经及一贯道特有的暂定佛规、黄母训子十戒、仙佛批训等导读；礼节与仪式，详细记录献供、叩首、请坛等仪轨的流程与内涵意义，可搭配插图或图解；历史与传承，从东正堂到当代各大祖先的发展史，以及重要前辈，如陆中义祖、张天然师尊、孙惠明师母的传略；常用术语，道场生活用语，如成全、了愿、护持等在特定语境下的意涵。2、编修的基本原则。为了确保词典的权威性与流传价值，建议遵循以下准则：依经不依语，所有解释应以经典为本，避免过多个人化的主观发挥，确保教义传达的准确性、跨主线的兼容性。一贯道主线众多，词典应尽量收录不同主线的通用解释，若有显著差异，如称呼或细微仪轨，应予并列或细微仪轨，应予以并列或标注浅显易懂的语体。传统教义多用文言或训文形式，编修时应将其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现代白话文，方便年轻一代到轻阅读。考证严谨，历史部分应参考官方文献与学术研究，确保人名、地名、时间点的正确。3、现代化的呈现方式。考量到使用者的习惯，编修不应局限于纸本，多媒体整合。针对礼节类条目，可加入 QR Code 连结示范影片，提升实用性。数位化资料库，建立可检索的线上平台，并支持关键字查询、同义词连结。图文并茂，针对佛堂陈设，如八卦炉、母灯的位置，应提供标准化的视觉图示。4、预期面临的挑战与对策。词义的演变，许多术语在不同年代有不同侧重点，建议采取历史演变式的写法，说明该术语在不同时期的诠释。学术与信仰的平衡，既要符合学术界的严谨度，又要保有道场的宗教情怀，建议邀请学术界教授与道场前辈共同组成审修委员会。执行建议表。阶段：重点工作、参与人员、规划期、确定收录条目名单、制定体例标准、核心编委会、各组线代表、撰稿期、撰写初稿、收集历史图片、道场讲师、文化教育人才、审稿期、内容刊物、交易一致性审查、资深前辈、学者、典传师、发布期、纸本出版、数位平台上架、宣传推广、出版社、技术开发团队。您可以先从核心条目清单的拟定开始。您是否需要我针对某个特定范畴，例如历史人物或核心交易，提供一份初步的条目范本，